這個開發區總面積大概有4公頃。那麼重劃之後呢，我們可以取得2.6公頃的住宅區跟醫療專用區的可建築用地。那另外還有1.4公頃呢，就是我們的公共設施用地，包含公園兼滯洪池、廣場、停車場，還有道路用地。這個工區在開發前，它原本都是雜木，還有荒廢的土地，還有奇美醫院既有的一個停車場。那土地呈現一個低度利用。那麼在我們經過市地重劃的一個工程的整治之後呢，我們解決了地下廢棄物的問題。那同時呢，在重劃的施工期間，也確保醫院的停車需求不能中斷。那另外呢，為了避免打擾醫院病患的休息，我們也跟奇美醫院密切的合作，協調工序，把這個噪音跟揚塵還有停車的困擾降到最低。那麼施工完成之後呢，我們這個公園兼滯洪池可以解決當地淹水的問題，可以有3400多立方的一個蓄水量。那另外公園用地呢，也留下一塊這個活動中心的預定地，讓永康區公所來建設里的活動中心。那全區呢也移植了53棵區內的一個喬木確保這邊的樹木呢可以符合永續的存在。完成之後呢，我們希望造成多贏的局面，也就是說醫院可以有更好的醫療專區來照顧病患跟家屬。那麼當地的社區也有休憩的公園跟活動中心的使用，還有呢整個的地區也排除了低度利用，讓這個地區的發展更加的繁榮。很高興經過14年的期待與努力，在市政府的支持底下，我們六甲頂醫療園區終於完工，再來會進行配地的程序。那麼我們取得土地以後，我們要興建新的醫療大樓，讓我們奇美醫學中心在永康、在台南提供的醫療能夠更上層樓。那麼我們這一次醫療專業區總共取得12500平方米的面積，預計可以蓋的建築面積有7萬平方米。相信取得這樣子的一個土地，那我們會來進行醫療更上層樓、舊大樓的翻新以及新功能的引進。感謝市政府的協助，那我們也期待有這個新的土地以後，改善民眾停車的狀況。時間的進程哦，本是基比的90%的這個停車場在這裡。時間內底吼，時間單位吼做得非常的好吼，但這個阮停車位用法非常的好哦。上較讚的就是講吼，阮只有去這個公內底有樓底活動中心，阮家庭裡面上較大期待就是講，阮有這個所在當去活動中心，這是阮裡面上大的福氣啊！會當二樓一定有一個活動中心起好，就是佫再較更加健全、更加好。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請剪彩。我們六甲頂醫療專用區的這個土地市地重劃哈，總共高達4公頃多。那雖然面積不是很大啊，金額牽涉到1億多，但是因為由於它是在現在正在運作的醫療園區裡面，所以說等於是穿了西裝改西裝，對於民眾以及醫療品質，還有周邊的交通的衝擊要降到最低，所以工程期間難免會有點長。但是呢，終究這個好事多磨，終於磨成繡花針了哈，可以讓我們六甲頂醫療專用區可以完工，所有台南市民獲得了一座公園，獲得一個活動中心，獲得的道路用地，然後那個醫療集團他也獲得他想要用的醫療用地，因此呢，可以說是創造多贏的局面。將來呢，我們會盡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把多功能的活動中心動工，在明年希望上半年就能動工，能夠讓周邊的民眾有更好的活動空間。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1月19日禮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立委陳亭輝推動 K8 長鐵高分車地方創新計劃，強調愛讓 K8 成為親子玩意停留、地方會當持續發展的生活場所。19號透過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邀集相關中央部會進行協調，希望讓計劃量早進入具體推動。
為進行溪北地區的發展，由台南市政府所提溪北糖鐵藍帶創新計劃，主要以着復舊的糖鐵5分車的交通為目標。雖然可行性評估是由着地方政府來執行，不過立委陳廷輝上午嘛帶着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南下考察，伊表示糖鐵5分車袂用只停留佇個懷舊，或者是單一的觀光思維。核心的一點應該考慮如何串聯甲着帶動。我們已經爭取到鐵道基金來作為我們糖鐵5分車所有的可行性評估的預算，所以市政府也已經有這個委外在做調查了，那也在做可行性評估的一個處理。那現在呢，我們進一步不是互相等來等去，而是一方面我們在做複實的這些可行性評估，一方面我們要把這複實的一個周邊這些節點怎麼讓它更豐富化，也就是你今天來到西北，然後參與每一個過程，它其實是一個豐富感。你不只是能夠享受農村的生活，我們也希望增加親子共融的空間。那包括我們也希望這個在台糖新營的他們自己本身的這個營區呢，它是可以作為這個親子共融的一個 AI 體驗，因為我們現在西北親子共融的空間太少了，所以我們應該增加這些，讓吸引度更高。該計劃總共分做5個案，其中上大的是營鹽運聯合轉運帶、糖鹽產業特色的觀光景點營造計劃，總經費大約7000萬。當中卡着謝煙台的安全結構，引發中央甲地方各部門的討論。如果要按照文資的修復方式的話，其實它的經費會相當的高。那因為它已經沒有過去的那種使用的功能，所以它的強度其實不用像到過去這樣子。它是已經風化了。對，所以我們是希望說，我可以把它那個風貌修出來，但是不一定要像以前這樣子的一個使用功能的強度。如果我們要花那麼多錢，先立邊啊，結果這個主體沒有，那麼就奇怪。對，因為聽起來是這個主體本身還是有一些文化解读歷史的意義嘛，對，必須要讓真的看得到，然后看到的東西，我不是把它拆掉。但是現在這是屬於台糖，所以我在想說，台糖基於你自己的設施的維護，你平常可能也要做一些編列一些經費來做維修吧。那這些的基礎的維修有沒有可能由台糖這邊來處理？會不會是另外一個解法？5大案總經費1億4270萬，目前新港爭取由交通部鐵道基金來支援可行性的評估規劃經費，和計劃正式邁入具體推進以外，立委陳廷輝嘛關心相關的進度，要求中央甲地方愛甲分工來做好清楚，避免關鍵的環節卡關。理上午的討論，嘛要求市府愛佇個2禮拜內針對提案來進行修正，伊嘛會召開檢討會議來討論協商提案以後來送出，希望各發揮甲佇相關的部會會用個支持這項促進溪北發展的糖鐵計劃。台南新聞林跟杜世宏採訪報道。立委陳廷輝贏得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將代表民進黨參選2026台南市長，不過將對進前黨內初選造成分裂。陳廷輝表示團結無問題，20號將拜會台南市議會議長區麗麗，甲副議長林志典等議員，未來嘛將向市長黃偉綽甲前市長賴總統請意，表示台南一定愛團結。目標是年底愛勝利，而且2028總統連任得票率嘛一定愛贏過2024票數。安排的部分是拜訪邱麗麗議長跟林志展副議長。那當然，如果有更多的議員參與的話，那麼就由議長他們安排。那基本上，其實我在第一時間都打過電話，然後跟所有的議員已經跟他們這個拜託，也希望大家共同在一個團結的氣氛之下，我們的目標就是2026我們要贏，而且要打出全壘打。我們2028一定要把2028
達我們賴清德總統他連任的選票要贏過2024。我們除了打電話給所有的議員以外，其實我們也跟市長也有通上電話。那麼我們也拜託了我們秘書長，黨的秘書長來約我們的這個賴清德主席，希望我可以去做拜訪請益的動作，因為我們一定要對於我們的第1屆、第2屆我們的市長，還有第3屆、第4屆的市長，能夠去做請益的動作。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新寮頂安宮舉辦祈安遙景，18號暗時放高空煙火，佇中西北區攏會當聽到聲音，也閣放到半暝吵到居民，甚至也閣發生煙火傷人意外。受傷民眾是55歲周姓男子，互物件對天頂落落來，喊到頭殼流血，送安南病院救治，天2針。不過廟方19號出面澄清，講是互炮仔夫傷到，會協助處理相關的醫療費用。廟會熱鬧現場常常發生意外，現場一名男子頭殼出血，邊仔民眾提出衛生紙協助止血。這場意外發生在18號暗時7點46分左右，新寮頂安宮正舉行祈安遙景，高空煙火一直放，炮聲隆隆。根據了解，受傷民眾是55歲周姓男子，看到一個物件對天頂落落來，喊到頭殼。警消得到通報了後，趕到現場，送到安南病院救治。民眾遭煙火碎片波及受傷，經縫合2針後，傷勢無大礙，已返家休息。也毋過，這段影片佇網絡頂引發討論，好奇到底是啥物物件？對此，廟方回應有關心傷者，也會持續追蹤，協助處理相關的醫療費用。強調不是煙火，是炮灰。炮灰嘛，砸下來大概1公分，那個是患者本人自己講的，上去的那個可能是那個重力加速度可能就是把患者的那個皮膚這個地方給他擦挫傷。在此進前，市府就已經提醒愛配合宗教優質化政策，也毋過活動當天線拖到關節時間以後，環保局當場開出一張6000塊罰單。我覺得都是常態，因為一定是有就是廟會嘛，我們申請入權一定是會。那廟前面放這些燃放煙火，你也知道大家傳統。也毋過，閣有人佇網絡分享講，煙火結束的時陣，邊仔草堆着火，更可怕的是規排煙火往土塊彈，畫面一出，就有人講欠着圍路，主辦單位的管制嘛有問題。消防局嘛接到通報，將主動向廟方查證，確認煙火施放敢有違規，加強宣導加檢查。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看準新創企業甲彈性辦公的需求持續成長，有業者來到台南東區開發新的據點，提供辦公空間、會議室、小型倉庫等服務，希望滿足企業對創立、成長到擴展無同階段的需求。在過去，企業進駐傳統辦公大樓，除了長期租約，也需要投入大額的裝修加設備等費用。對着成本可能的新創企業加小型團隊來講，會當運用無同階段發展的共享辦公室，隨租隨用，加上閣有會議室，有大大細細通好選擇的倉庫空間，已經成為市場趨勢。嘛，互這個投入該市場的紅耀商務。高雄徛穩腳步以後，嘛選定台南東區的精華地段正式進駐。請剪彩，我們熱烈的掌聲！不僅提供一個辦公的硬體設備，我們更致力於促進一個整個更好的一個平台。那我們希望在這裡的所有的工作夥伴或公司行號的老闆。他在這裡可以享受到一個很專業的活動服務環境、商業環境。透過簡單隆重的剪彩儀式以及各界貴賓在地企業主的參觀，其實都開幕部分空間已經出租出去，賣當看出市場的需求。
也則強調辦公空間不只是工作的場所，更是促進合作甲商機連接的商務平台，要陪伴企業甲台南這座城市做伙成長。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你敢知影，家己厝內愛裝潢工程是愛申請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而且完工以後嘛應該愛申辦合格證明。如果違反規定，會當處6萬到30萬罰金。對此，內政部為了統一裝修市場的契約，將要發布新制，嘛是希望保障消費者權益。不過，因為業者煩惱，政府也要落實簡單室內裝修等相關的配套，要強制實施，可能對裝修產業造成衝擊。為協助消費者、室內設計師以及裝修業者了解室內裝修定型化契約的新制，在實施以後可能面臨的法律問題，所以台市甲高雄兩市的室內設計裝修工會共同舉辦諮詢講座，針對如何調整現在契約符合應記載事項等規定來交換意見。對此，業者雖然肯定立法良善，不過煩惱以台南等12個縣市攏也未落實真正的簡約室內裝修，的強制執行，將造成全民裝修的危機。實施的這一段期間呢，太趕，那我們業界的部分可能就沒有辦法去接受，因為那個國土署那邊還沒有完整的規劃下來，比如說我們的簡易施裝還沒有實質的進行，那這個部分呢，對我們的那個消費者可能會產生更大的一個消費空間，就是他沒有經過合法的那個施裝審查，以及沒有找到那個合法的業界啊，所以他們產生了很多的糾紛。目前還有12個政府沒有簡易施裝。也就是說，台南市政府也沒有簡易施裝，你叫台南市政府來執行嗎？一執行的話，這裡面的內容他們都把它稱為一般裝修的時候，它的申請作業費用非常高啊！希望政府能明了這件事情，趕快來協助，讓各地方政府在你們原本的法律立法之精神把它恢復起來。但是室內設計裝修工會強調，目前法令只管合法，無管非法。一旦政府只增加合法業者的行政審查，或向你無證照的裝修加紙，主要攏是由無辜的消費者來承受。所以要求市府面對欠缺配套的新制，共同提高裝修空間的安全保障。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菲律賓阿克蘭省去年8月份，甲台南搭建做姊妹市，省長米蘭佛洛斯當下響應恩惠體市長的邀請，11月份來到大台南旅店盛大行銷，為着感謝阿克蘭省對着台南重要活動的支持，恩惠體特別率團回訪，洽談未來雙方的合作。菲律賓阿克蘭省長米拉弗洛斯去年8月初來到台南締結姐妹市，旋即響應去年11月的大台南國際旅展，展現雙方友好互動。為進一步加固雙邊情誼與未來發展，黃偉哲15日深夜飛抵菲律賓，16日一早便啟程前往省府，與省長米拉弗洛斯、省議員朱比特以及行政長官安提會晤，洽談未來合作構想。A total number of graduates every year that is growing. That's college for you. College, that's 4 years courses. So this year we were able to graduate 4,500, and in the coming years we are seeing an increase of around 10 to 20%. Excellent. Yeah, and these are actually good students for tourism. We also have a lot of teachers
caregivers. We can train them. English speaking. Yes, English speaking. 非常高興能夠來到菲律賓的我們的友誼城市阿克蘭省，那跟我們非常友善的好朋友省長一起來拜訪他的辦公室，也這個洽談一些雙方的進一步的一些交流與合作，包括學生的，包括運動的，也包括未來經濟發展。那台南市可能我們也會跟我們的商業總會，跟工業總會一起來這邊來做一個訪問團，將來尋求進一步經濟合作的機會。訪問期間，碰巧遇到阿克蘭省當地最重要的慶典阿提阿提漢節，訪問團也受邀參與遊行，親身感受阿提阿提漢的熱情與歡樂。The Ati-Atihan Festival. This is for our patron, the Santo Niño de Calibo. So the Santo Niño is very special to us. He gives us all the blessings, not only for our family but for our community. So during this week-long celebration, we pray and we thank the Santo Niño for everything that He has given to us. So we have been doing this for centuries here in Aklan, and we are continuing the tradition in merrymaking, dancing in the streets with the beat of the drums and a little drinking in the streets. So we have come visit Aklan. Yes, so come visit Aklan. This is the Ati-Atihan Festival is every January of every year. So I hope that our friends from Tainan can experience this beautiful celebration. 激昂鼓樂，熱情腳步，阿提阿提漢節有如嘉年華般的狂歡氣息，令人印象深刻。黃偉哲這趟也向省長發出邀請，希望阿克蘭省能參加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若一切順利，市民朋友在今年10月也能親身感受阿克蘭省熱情獨特的民俗慶典魅力。記者張碩維，菲律賓採訪報道。金曲台語歌后方怡萍相隔2冬外再度發表新唱片《平凡上陣》，在台南家鄉舉行頭一場新歌發表簽唱會，去未少歌迷到場支持。台語金曲歌后方怡萍時隔2年多再發表新歌，簽唱會首站從家鄉台南出發，不少歌迷朋友都跑來支持。這是難得的機會，一定要來參加。他唱歌很好聽，我們很喜歡。這憑據這條蓋證。這回新專輯曲風從深情到逗趣都有，相當多元。同名主打歌《凡平上陣》則請到王海波老師共同演唱，把人生的生旦淨末丑角色完整詮釋。京劇跟台語歌的這樣的結合，我想是首創，希望說能夠得到一點回響，然後又不是很自私的，就是有點像坑誰哦，日子總是一天一天過，傳一個大開放風吹。當中也有不少歌曲都是男女合唱，找來年僅23歲白冰冰誇讚歌聲神似費玉清的子華，在超級紅人榜竄紅的高家群，甚至是中生代歌手，包括富麗電視台主持人安中、方怡萍1打5，演繹各種不同風格曲風。這台語歌壇，而且這麼低迷的時候呢，我希望着咱的電視台當發揮着咱的功能，讓咱這個台語歌來做一個傳承，讓咱作詞作曲的老師，咱整個唱片界可以得到一個養分，一個滋潤。新專輯多元豐富的精彩度，力求在台語唱片市場創造傳唱話題。記者張懷談的報道。活動有啥物創新的方式呢？帶您來看結合廟宇文化、糕餅製作、含花雞體驗，參加的人用果感親歷人物家人的信仰加飲食文化。雙手仔細地將糕粉壓入模具，一個個紅片菇形成。
共讀基隆24小時系列策展之一的信仰走讀活動，結合廟宇文化、糕餅製作和花藝體驗。在做這個東西其實很麻煩，是我們傳統老店做的法，就是我們要養糖。百年餅店江福記第4代傳人江敬全親自教學，帶領學員製作傳統祭祀糕餅，結合了這個民間信仰，然後還有這個糕餅哦。那我們透過我們今天這次做的縫片龜的面團，然後讓大家來體驗這個活動。那為什麼要點斜的？除了制餅，港青鮮花店第2代邱國志也教導學員如何插製供花。斜的它的吸水面積比較大。对，我會教給大家用一些跟拜拜有關的花材，所以我今天挑選的很多都是像這個含苞的百合，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下，就是這邊的有些我今天準備的花材都很耐放，顏色也很鮮豔，然後我們還準備了小卡，大家插完花之後就可以把卡片插上去，然後等一下就送到慶安宮，就是會緊扣今天的活動。共讀基隆。學員們完成糕餅和花藝作品後，很有成就感。這次的走讀活動啊，它結合了花藝。那各位可以看到，我手邊就是我親身自己親手做的花，那我覺得非常的有意義。你看，這是我做的餅哦，它可以讓你壓出那個花的形狀模，然後它可以在上面寫字，然後會讓你能夠更了解這邊的在地的信仰文化，還有制餅的飲食的文化。這一次插中式的，就是很傳統的花，我就覺得蠻好看。就是廟裡很常看到，這一次有機會就是能這樣來插花。拿着親手制作的糕餅和花藝作品，學員們前往慶安宮供奉媽祖，將手做的心意呈現給神明。他們其實餅店很特殊，就他第2代其實有在想說，除了賣餅之外，他想要去講基隆信仰的故事，所以他們就在策劃這樣子走讀活動。那今年呢，我們又在深化這個信仰的部分，所以其實可以看到今天的手作啊，是扣合餅之外，還有扣合花藝，因為花藝其實也是在祭祀上面很重要的一環。那我們今天的學員呢，在參加完這個 DIY 之後，還會實際在透過走讀的方式到寺廟去有一個獻供的一個動作，讓他們可以更清楚餅還有花在信仰裡面扮演的地位。透過贡品、香火、廟埕，串起的是一條流動的城市記憶。學員們用五感尋找在地信仰的風景，為這一場文化之旅留下難忘的回憶。記者蔡小軍採訪報道。感謝你收看1月19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順懷，咱再會。流感、新冠拢有疫苗好做，哈。啊，你还讲袂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我拢知啦，但是该做嘛爱做。给来做啦！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啊？对，赶紧别叫 boss。爱我们倒有福气啦。原來是夢，阮昨仔朋友攏講哦，伊今日有一陣叫我愛牽你去吃紅地蛋。準備好啊！好，行。所料要先一解解決，給你做哦。剛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透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
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什麼穩賺？我外甥凱凱最近一直勸我跟他一起買股票，20%。他可能跟別人